呢一單英國土生土長英國公民被褫奪國籍嘅案例非常之出名。呢個案例嘅主角 Shamima Begum 嘅父母係孟加拉第一代移民，佢自己本身係英國土生土長英國公民，佢亦都冇孟加拉國籍，亦都從未去過孟加拉。由於佢父母嘅緣故，佢一出生就係一個回教徒。佢15歲喺2015年嗰年就同另外2位同班同學偷偷從英國勞頓 Luton 機場去到敍利亞加入 ISIS 聖戰組織。佢喺後來嘅訪談中提到，佢去敍利亞嘅目的係佢當時以為 ISIS 係聖戰分子，想建立一個回教國家，建立 Utopia 一個烏托邦式嘅國家，所以加入當地嘅聖戰組織，而且一到埗就嫁俾一位所謂荷蘭籍嘅聖戰士。咁喺2018年尾、2019年初 ，ISIS 喺敍利亞戰敗之後，當地嘅老弱婦孺就全部被轉往難民營。2019年稍後時間，時任英國嘅 Home Secretary 內政大臣就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將佢嘅英國國籍褫奪。英國要褫奪一個英國國民嘅國籍，其中一個必要條件就係你褫奪佢之後，佢唔能夠成為無國籍人士 （stateless）。即使你係土生土長嘅英國公民，如果你有其他國籍嘅話，佢一樣可以以國家安全為理由褫奪你嘅英國國籍。呢位 Begum 小姐由於佢父母係孟加拉人，英國政府就以佢有孟加拉國籍為理由去褫奪佢英國嘅國籍。但喺2020年嘅2月，孟加拉政府就出書面公告話，呢位 Begum 小姐並無孟加拉國籍。佢哋唔會俾國籍佢，而且佢如果一旦入境就會被判死刑。Begum 小姐嘅律師就以呢個為理由同英國政府打咗好多年官司。佢呢單官司嘅精彩之處，亦都係圍繞住佢有冇孟加拉國籍呢個事實作為上訴嘅理由。但係英國政府非常之 determined make her out of an example。用佢嚟殺一儆百，同其他人講唔好加入聖戰組織或者恐怖主義。Begum 小姐嘅律師當初係以每位英國公民受到英國政府嘅任何指控，包括褫奪國籍呢件事，有權去到英國嘅法庭作出答辯。但係英國政府喺2021年嘅 Supreme Court 當中嘅裁定決定，佢依然因為以國家安全理由以及敍利亞仲喺戰亂當中，無法安排客機讓佢回到英國答辯而拒絕申請。咁點解佢個律師咁 determined 想佢返到英國嘅法庭答辯？係由於當你人在英國之後，要將你再遞解出境，比拒絕你入境係難上千百萬倍。因此佢個律師會想盡一切辦法令佢回到英國嘅法庭答辯，人喺英國先，再作出其他打算。咁但英國嘅 Supreme Court 喺2021年作出裁決之後，佢嘅律師就以移民法途徑 argue 佢並冇孟加拉國籍為理由，重新喺移民法庭打官司。但到咗2024年嘅8月，英國嘅 Supreme Court 作出2次裁決，佢依然係被褫奪國籍而不能夠回到英國。咁同一個人俾 Supreme Court reject 2次，其實佢都算係一個紀錄嚟嘅。咁好多法律系教授以及律師都講到，其實 Begum 小姐係有權返嚟英國作出答辯，以及由於孟加拉政府已經作出官方裁決，佢並無孟加拉國籍。換言之，佢被褫奪英國國籍之後會成為 stateless， 即係話英國政府嘅做法係違反自己嘅憲法以及法律，但係英國政府依然以各種唔同嘅理由去褫奪佢英國國籍，而唔恢復佢英國公民嘅身份，其實係違反咗法治。不管英國嘅市民有幾咁憎恨呢位 Begum 小姐，不管佢做咗啲乜嘢，但係如果我哋單從法治、法律嘅角度去睇，英國政府今次絕對以行政去玩弄立法，去欺壓呢位 Begum 小姐，令佢唔能夠回到英國。我自己本人係唔贊成佢返嚟英國。
你自己諗下，如果佢真係翻嚟，你會唔會想俾曾經加入過聖戰組織、嫁過俾聖戰士嘅人住喺你屋企隔離呢？相信冇人會。但係從法律角度講，佢絕對係有權回到英國。英國政府冇權褫奪佢嘅英國國籍。呢個案例除咗説明英國政府以行政手段壓過司法同立法之外，有點好值得玩味，就係卑琴小姐形象及外形上嘅轉變。有一位阿拉伯少女變成一位典型嘅英國少女打扮，去希望獲得英國市民以及政府嘅同情。出現一位並唔係阿拉伯少女，而係一位英國少女被褫奪英國國民嘅形象。咁其實佢呢個轉變對香港人有乜嘢啟示？就係話佢呢位恐怖分子亦都知道佢需要以一個英國人嘅形象，英國人先至有較大可能去同情佢。已經喺英國嘅香港移民面對10+1嘅呢個可能性以及危機，其實我哋從中可以學到，如果想取得英國民眾嘅同情或者為我哋説情嘅時候，我哋就應該更加要融入佢哋嘅社會，令到佢哋覺得我哋同佢哋嘅相似之處大於佢哋同普通香港人或者其他移民。你嘅首要就將你嘅語言學好，唔好再圍爐取暖，自成一國。你覺得一個英國人會比較願意接納、願意融入英國嘅人，定係整天以香港人自居嘅人嚟到比較容易獲得同情呢？我唔係講緊放棄你香港人嘅呢個 identity， 但係你要知道，你而家喺英國人哋嘅主場，你整天到晚唔能夠放下香港嘅一切，你嘅語言、你嘅飲食習慣、你嘅一切。咁你過嚟英國嘅目的係乜嘢呢？你同喺香港水泉澳村嘅嗰班移民又有乜嘢分別呢？你係咪想英國人睇我哋就好似我哋睇水泉澳村嗰班人一樣呢？其實你自己將心比心，你再加埋呢位卑琴小姐呢個案例，其實一目了然，一清二楚。希望對大家有所啟示以及啟發。咁如果有問題嘅話，可以留言嗰度同我傾，或者 Facebook PM 我，亦都可以。今晚講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